有冇聽過呢個新聞啊？有位校長去飯堂食飯，當晚好夜啦，去到飯堂基本上冇乜人。佢見到飯堂嘅角落頭有一位學生喺度靜靜地食飯，佢冇點一啲好豐富嘅嘢食啊，佢淨係嗌咗一碗米飯、一碟青菜同埋一碗免費嘅湯，靜靜地坐喺度食。觀察咗一陣，發現呢個學生就係食啲咁簡單嘅嘢，跟住佢就走咗去跟當時當值嘅飯堂阿姨傾咗幾句。佢問當值嘅阿姨：呢位學生平時係咪食一啲咁簡單嘅嘢㗎？當值嘅阿姨答：係啊。跟住佢哋兩個低聲咁樣傾咗幾句。校長返到辦公室，馬上召集相關嘅工作人員開會，要求盡快給呢位學生一啲補助。一位老師聽到之後，馬上俾回應就話：冇問題，我馬上走流程，要求呢位學生提供一啲相關嘅貧困證明，以便申請助學金。校長聽到之後，馬上出聲打斷呢位老師嘅發言。佢話唔需要走任何流程，直接將錢盡快打落呢位學生嘅飯卡裏面。當時就有其他老師馬上回應話：校長，咁樣唔啱規矩喎，如果有人追究唔跟流程做事嘅話，點算好啊？呢位老師嘅說話都未講完，校長馬上出聲打斷佢：孩子正在成長中啊，需要豐富嘅營養，天天青菜白飯點得㗎？如果有任何人追究呢件事，責任我來孭？呢個時候，有另外一位老師出聲話：呢間學校唔止呢位貧困嘅學生，你資助得呢一位，其他貧困嘅學生點樣啊？呢句說話講完之後，大家都靜咗冇出聲。校長沉默咗一陣，跟住講：你將呢一類貧困學生嘅名單都統計出嚟啊！但係我有一個要求，就係唔好去打擾佢哋，唔好俾佢哋知道我哋做緊呢件事，千祈唔好傷到佢哋嘅自尊心。成件事要靜靜地咁做啊！攞到呢啲名單之後，唔需要佢哋去申請助學金，亦都唔需要佢哋去提供任何貧困嘅證明，直接將錢打入佢哋嘅飯卡裏面就可以啦。一係唔做，一係就做到最好。學校開始從大數據入手去篩選邊啲學生喺飯堂裏面消費最低嗰紮嘅10% 學生係邊啲人，以及每個月喺飯堂裏面消費超過60次但總消費額低過450蚊嘅學生又係邊啲人？點解係咁樣統計嘅？點解係60次啊？因為如果呢位學生一個月裏面喺飯堂食飯超過60次，基本上就可以判斷佢冇乜點嗌外賣。被篩選出嚟嘅學生，學校會趁佢哋上緊堂嗰陣時，去佢哋嘅宿舍，以檢查宿舍衛生為理